你 podcast start 咧咪跟啊，整个来好像抢的，本来。Hello YouTube 錄掉人歡迎您，大家實在未記得 ，OK，今日把我特別嘉賓咧就是老椒超級白哦，主編歡迎。Hello，大家好。了個老椒我哋都 Hello，了個老椒我個點，Hello，你是我主編嘅我哋都嘛我個點，了個老椒大粒頭，了個當見面老椒了嘅咯，都買有歡迎買有。又不是喲。冇寫咪薄薄，你係個nasi lemak 歡迎。Hello，有呢個叫啲米格蛋咯，即係。哦，sayang, so cute。是真係悲傷啊！哦，我去kerja 過 ikut. 了。一困呀。Ah. Oh, But suppose I kira dia is nocturnal Baru 1點幾啊，一般阿妹起來，我去kerja 叫แล้วก็蒜椒就最奶，唔是蒜椒嚟到最奶嘅，迪加基歡迎。Hello，聽到 ？Hello，其實แล้ว仲有咩？我哋食物件時講講條頭，係咪 branded 嘅票物件？咱是咪講係較貴嘅票，假是真正 reliable 票，甚至係講哇，要買電器，甚至要買係咪票呢？可能人講，咱家己 feel 到咱家己嘅生活入面，第一要緊嘅票係咪對咯？嚇！哇，票頭係死人嘅咯，大刀。做咩做啊？做咩？很難暑假票頭啲olive 咯，olive 啦。你暑假係咪票頭？咁或者愛本杯。第一要緊，唔是第一要緊，對你第一唔係要緊啊，對你第一重要嘅票係咪？嚇，對我第一重要嘅票啊。我第一暑假是英國嘅票。係咩票？但係講這邊，你一行啊，你把你嘟咯，一行啊，你真係一行票頭咪叫做嗌咩？嚇，一行啊，乜嘢係一行嘅？你係硬咧 number one，硬 number one 啊！阿John 我邊每你講呢一句話，我未曉重要係咩？就要緊嘅，要緊， important 要緊嘅就要緊啊 ，important 嘅意思。重要啊！後面是重要，重是重嘅重是無？唔是，伊是當，是哦。你問只起來，我唔知講對唔對。問隻 question mark。會阿龍啦。我去冇用。有。我未吹彈啦，重要是的 Mandarin。哦。重要。未關我未曉。你看下面嘅你硬愛票上面，我硬愛票啊！我家暑假嘅票是500度。500嚇 ？Blue 啦，有個人叫嘢啦，這裡英國嘅票嚟。這裡是沙還是蝦米？不，三塊。你自己啦。嚇，500度。我特擺base แล้ว入邊 lining 要 check 嘅 pattern。對。你做咩搞佢啲票咧？唔知本做咩事嘅，你暑假啲票。我接落嚟就是家姐俾起嚟票嘅。我就是整季之時第時一下整季就17號，因為就嚟 fashion show 嘛。呀，แล้ว做就
伊度 start 一個 link 啊，大Instagram 有伊個有24 hours sales 呢 ，after a runway。แล้วตัวชิวกาได้就去แต่看就好啦，看就好啦。有俾就借，冇俾就借，俾就一上 A 呢，本教我死啊！哎呦，佢你講啊？這邊嘅鐳丹麥鐳4000幾啊 ？Ringgit 咧？4000應該是6000幾吧？天光哎呀！啊！攏講啊，攏講我搞俾 iPhone 啊，你看。你 iPhone 咪是貴？誒，我 iPhone 唔是而家嚟見我了啊！我只想睇下冇教俾你 iPhone 哈 ，please。Enjoyable。冇教。哦，你是講6000嘅 ringgit 呀？係啊。調本。係啊，個價講。我算唔掉，我成日講6000 US dollars。冇啦。Ringgit 攤啊 ，iPhone 成時係6000幾啊？啊，實時唔知5000呀？啊，5000 onwards 啊。我使俾3箱咯。你 OK， 那別人攏是假曬隻票，你只是假。你邊講就是成個講 fashion 嘅上面，你邊講成個話嚟講係 Apple 對我嚟講是真，伊唔是成講是可能是 status symbol， 伊是成個講你只 trust， 你只相信嗰啲票嘅quality 啊，攏有別嚟係咪？別嚟票 BMW 啊 ，BMW， 你看 BMW 當然。我頭先做工夠睇到我駛 BMW 啊。我頭先嘅車是一個 Mini Clubman baru 500 呀 ，because 我係陸軍佬啲 Oxford 是 Key Swine， แล้ว頭先我搭架車，แล้ว搭架車被 Key Swine， 我搭架我係卡。壞去啦！我拖個我係爸爸講 please 俾我一頂車啦！我未打閒，你陪我做陸軍你較好俾我一個車，我冇去陸軍佬了。你學我500塊啦，我俾一個 mini clubman， 所以我使 mini clubman 咧頭先咧我做工嘅時候，我做工唔是啲 Oxford， 我做工啲 Gloucester， 所以我係 partner 對我嘅，我係隔離我係物件去搬去嗰邊咯。然後伊啲使啲我後邊咧，伊看我使嘅定價，伊講啊，你睇下做工咧，你較好去著類去買一個較好嘅車，好票嘅車，啊無你若是使一個 mini， 你就要死嘅咯。所以我去著類個病咧，我買一個 BMW 3 Series 嘅 BMW， 哇！使佢咧爽啊，唔知是我使 mini 頭先咯，使 BMW 地大嘅謝啊，我成講真係爽，所以喺你點知夠睇到我弟使BMW 了。我有幾耐頂啊，睇到我使 BMW 本。這是你第幾頂嘅 BMW 啊？哦，等啊，第5頂啊。你免是條大漢咯車啊，แล้ว真係 reliable 咧，就是แล้วล่ะ你使安卓看本。แล้ว我本是สุก伊個票，我細漢嘅時候，我係馬甲爹搬去哥倫布嘅時，我嚟講買互我媽一個藍嘅色嘅 BMW， 所以我細漢嘅時候就揸一個 BMW。哦。所以我係買使一個細頂嘅 BMW 內每年使去學堂，去駕車，所以我就揸一個票啦，揸是一個好嘅票廠啊。特別人啊，我讀嘅點先，伊人是做伊人嘅為準嘅時啊，做學納斯時我知啦。係較好時啦，特別我是個伊個票廠，特別真係貴咯。呀，真係貴啊，睇下。叮當冇貴咩？當今日係貴咧，接落來冇是貴。又貴啊！別人嘅票，當我有 Burberry 加 BMW， 個奧迪都。看嗰隻係咪物件咯？I mean 就衫是 A 啊，是車啊，是電器咁樣，冇相嘅嘛。
但我知啦，特別你喺你攰你係咪好多經濟嚟啦？已經未，確定啦個講白行啊，就講係件經濟嚟呢？如果了你用嘅冇上嘅票啦，第一感覺就是第一暑假嘅票。好，你講了物件袂使舉，可能舉一行去somewhere嚇，你是要舉咩票？啊，我嗱邊我誒所講過，你實個所講個你唔要講係咪票好？我講實個嚟我前借咪 robot 就好咯。唔係特別冇咧，你是講緊了嘅票，in general 緊了嘅票，你第一嗌嘅票係咩？你使經濟行嘅，所以講你特別 settle 會袂使請下你票嘅，或者啥物特別你特別要經濟行嘅票嗌。哇！唔知我有啲 anti design，我就有啲 anti 你อะไร款嘅你 designer 嘅。嚇！我冇票，我冇票，我 only 票。特別我講我係票，我小嘅票是 Apple 咯。哦，我咪講成個。มีสักการก็สักเวชพอโอ้ยังไม่กี่มีสักมีแฮนด์แบ็กมีดีไซเนอร์แฮนด์แบ็กมีก็ but มีตัวไก่จะได้นะไก่บ่สุยาว because even ก็ว่า even อีกวันเดียวว่าไม่ก็สักการก็หลังที่เป็นลุยวิตตอนนะฮะก็ตัวไอ้อุทิโมโนแกรมล่ะมีก็บอกว่าไอ้เดี๋ยวที่ก็ที่เก่งที่ก็โมโนแกรมนี่ so แต่ก็หลังขอแล้วไม่จริงก็โอ้จะเลยสิfrom 哈密 brand 同哈密 brand 你是唔是驚人看到？如果一千人買買是不可能看嘅票呢？哈 something like that yes 哈 OK so I rather 講 based something 哈密哈 a bit more non descriptive 你係去買咧，八十萬啦，會路單呢啊？Louis Vuitton 我啦 I mean 這類 OK 所以你這類你 usability，你第一 trust a brand 係咪？哇特別看啦，是係咪裝嘅物件？我嘛唔知行啦，你特別件嘅物件，還是車，還是確定咱個講緊了，特別我俾你講，就是講你學你 generalize 一行嘅 brand，你放咗個就對。他們人哋有見啊。應該是愛安尼款梅啊，種你試試無你去甲人，會去甲人招你拼你來買迄隻物件，誒，brand。蘋果，好啊，你蘋果。蘋果啊，我們是蘋果。我哋都想啲啊。係啊，我冇想別叫。我講呢個經濟 brand。你想就先，你想就先，我每別人先。啊，查某婆。嚇？查某婆一個票。Hello。第一上線。唔講啦，你安尼。查某又係查某對票嗰家。係啦，我冇笑你，我冇 judge 你啊，我笑你呢。我冇 judge 你，我笑你呢。你就講你是成個，好像就想到 number one brand 是你嘅，就個 number one brand 係咩？講，我想啥子 ？When analyze。真正 specific 嘅嘛，對係咪對電話啦？我知，確定嘅講，我俾你記住你第一 number one 嘅 brand in general 係咩？你第一是個 brand。冇插意是 usability 係咪本好你第一是個 brand？我想下。嚇，我做邊是 Burberry 嘛？同我講咧，應該點啊？蘋果本嘛，啊第一機。哇Sensodyne， Samsonite 係咪 Samsonite 啊 ？Samsonite 係 Chukiko，OK， 我係用 Sensodyne 嘅，OK， 用 Sensodyne 嘅 Chukiko。即係浪費費啦，我唔是講即係唔是講就會就只貴物件，即係你上線即係票嘅物件，你未使用白行嘅 Chukiko 什麼物件。OK，呢個有Chukibin，你用係咪 Chukibin？哦，我用出去邊本事啊，咩名啊？死啊！我未記啊，啲名。Philips 講你咩？用 Oral-B 呢 ？Oral-B 啊，對 Oral-B 對。Philips 係出去邊未歹啊，即係好呢。嚇！我今日用 Oral-B，我用電嘅，出去邊本是 Oral-B 嘅喎。我冇用 Oral-B 嘅喎，做咩搞咧 Oral-B 嘅？Oral-B 好好用嘅。我看到呢個車幾多，啊，嗰度幾多車，嗰度幾多車。啊！誒喂 ，Oral-B， 我細漢時用起時我穿 braces 時我19歲嚇，19歲起時我8歲起時，有人講我就 because 我就只看 cos bin 我嘅 braces 我就 bin in between 啲鐵嘅 bracket 嘛，所以伊嘅 Oral-B 嘅 toothbrush 咪是圓圓嘅咯，
所以伊較用伊電伊較用插落去邊，我還是去我用 Oral B 嘅電嘅 toothbrush 嗰個當劍。啊，好用咧，好用。關事本啦，我唔使講，特別我 almost 幾日到未 try Sonic Cat 啊 ，Sonic Cat，我想被經，我想被 try。呀，啊？怎麼不會是啊？伊票上面收金頭咯。啊，你講啊，我都講個手機邊都把你笑掉。哈，你是 Sonic Cat 啊？係哦，我只暑假咯，因為未拍。哦，有幾年啊咯？有一個做個，這個啊，應該超過2年3年啩。嗯，我係實是過年過兩年。我係這個 improve 起啊，我係手機。哦，白呀。唔是白喎，伊講個我去特登有去洗嘛半年，伊講improve 只只啊，無你會使教你過家來啊。哦，我等要清到啲啊，講到手機，我等要清到咩嘅。誒，你講下你 bracelet 嘅時嘅手機邊啊？哈哈。我白嘅時啊，伊有互我，伊有叫我買啊你一種嘅手機邊。無轉好 bracelet， 所以伊會邊那一先到一個坑。哦 ，sorry，這個唔是伊個話題啊。哈哈，你乜隻這個講？佢係虎啊 ，fish skin 啊，咩嚟？啊， fish 虎 skin 皮，啊，看啊，虎皮啊，哇！啊，fish 呀，這 skin，個隻個未吃啊，這包啊，我借錄啊，會食個了去喎。我知意思是成啊。 flavor 咧，有係你 salted egg 個較好食喎。你無好食誒，我是個食咯。這個隻我葡萄成嘅，我葡萄成了一斤隻咖喱。我暑假食迄個香港誒，特走去香港誒個別店度要叫一包來食，炸魚皮。這唔是想食老漢食嘛？伊都唔是安尼，正咖喱安尼咯，唔是大人要做安尼大白個安尼咖喱。嗯。有當見我豆，佢就豆喺潮領，佢哋去潮領驚。你豆啥物物件？我來看。嚇？點解我豆只嘢都個報告掉啊？我無訂，你會變出來報。佢話：這是我 Invisalign 嚟啊！誒貴哦，你做我手機貴啊！貴嘅話，我使買 iPhone 3粒咯。嚇！Sorry， 我講話我潮領 good snap 掉我嘴裏面啊！我會記迄樹林第聽嘅喎，我古早白出去時啊，我第無暑假迄樹林我無暑假白出去嘅，但咧 appointment 成個可能爭取啊，你講聽個半時。是咯。當伊這個本身前面嗰個 every week 我知道係咪吹，所以伊無講實到個，頂到我白手機是一季節去，知道一轉就硬咗。啊，了一個哇，一個咧喙真酸咯。特別樹林第聽嘅，我覺得。伊樹林本未食。一般嘅，一般嘅。誒，你是講伊 separator 放到啲中嘅係？唔是，我講是。我唔是講 separator， 我講樹林像是 rubber band 可白掉。碌白嘅咯。啊，靚嚇，OK。嚇，知咧。Top and bottom 嘅咯，白頂邊嘅一啲。OK，嚟，係咪飄過這句啊，這是我會唔會我啲都想掉未？係咧，nasi lemak。飄啊，你講。是。真艱苦誒。哎呦，亂嘅。OK，你if 講我講了想啦，講了 struggle，講了想就面少，你人真係 favorite 嘛？真係 favorite 啦。category，無成 category 有無成 favorite 嘛？成個講車吼，車誒英國中嘅第一個車是我嘅 dream car 咧。哦，你講是新嘅啊？啊哈！講是新嘅，唔是古早英國做嘅，那係 BMW 嘅票。啊，迄個 Auto Bavaria。BMW 買起來伊個標頭，所以人做伊個了較大頂本。
古仔是按照 Mr. Bean 嘅啊。古仔是Morris engine。你是講 mini 嚇？mini。你上前話啦，你買下你只啦，伊個古仔啊，你成時你底啊，你會開出來嘅。像個 Flintstone 啊，你看啊。射線伊特特派射線嘅，要巴士 MOT 是特特派，伊諗特別做嘢 welding，按照講福建話 welding 我未曉。黏鐵。黏鐵啲一底啊。當今你成個漏水嗬，破坑啊。特別 mini 話。OK，咱嚟講未出，咱講車咯，嚟到咱嚟講車是嘅啦。車你自家咩票？看你自家嘅票，往時你個冇阿未有過喎，成個我頂個當然是 Apple 出車，我冇可能會。我本是屬緊 Volvo，我屬緊 Volvo 嘅票。我屬緊 Honda 喎，我話 Honda 嘅。Actually Honda 真係好車 ，Honda Accord 伊古仔 Honda Accord 真係 reliable。Actually， 嗱我講聽下，我捌路個有過車是兩頂呢。我特頂車，我有買到兩頂車過呢，兩頂車嗰是 Honda 嚟。然後頭兩頂車嗰是 Honda Civic，特別我當見老啊，即係 Honda Civic 只近個 kilo 車，所以我捌到是特別話捌頂，我唔知邊話咩票過。So， 哇！你下面啊，你 MPV 帶咯。對咯，所以我特別話你咯，所以我唔知我愛 continue Honda 咧，還是要別行票 ，because 我只暑假 Honda，因為我講條我嘅車換係我頂到頭一頂車是換11年。我當今嘅車，當今換掉嘅車是8年啊。即係 Honda 本啊。Honda Civic。Honda Civic。直接叫啊？搭我部嚇。我叫你搭我部。你換是日本車嘛？或者你就係美國啊嚇？你就德國車嗰時面你來換過無相嘅。特別我是驚講伊嘅 maintenance 較貴，所以一啲 European 較貴。伊個頭聽嘅，係你咯。但伊樣無咩出事嘅喎，所以就 OK。I 講。有啊，大擺正牌一邊牌嘅 VW 加VW 加 VW 呢咯，大擺牌。我 VW 是 because 講伊 gearbox 嘛，對，就暫嘅事。一個會咧，樣咧講老嘢咧。VW 伊人老累個真係濟了，因為伊人嘅混出來伊 emissions 誒，就講啊，伊人講片話講伊 emissions 嘅濟。伊老樣啦，老嘅嘢了，人吹彈講伊人講片話了，伊人特別叫伊人嘅 diesel 嘅車都對，咁了，但係幾難白頂。少對人會跳。少到對。recall。แล้วก็โอเคปะละอาติกากี่เชีย Toyota โอเค卡姐就是外爸本是用 Toyota 的，所以我这关是 Toyota 了的。巴如我本是换了 Toyota 的车。咱成日看下 brand loyalty 是很起啊。按照無人講緊少啩，無人講不如多個。格里莎，我頭一頂換車。不如多未歹嘛。好用，唔知哦，今日你去打包啊，換頂車幾塊。是頂嘅。浪掉人啊，唔要緊，浪掉物件唔要緊，就咖喱干呢規定，唔要緊。不都買樣車？用咯，下你車。呀，我應該是暑假，應該是奧迪。哦。奧迪啊，但係我細漢嘅時 ，because 我係發得樣是買車嘛，所以我有細漢時都坐過隻車。because 樣載車去學關嘅時候，就咗所。應該是真濟咯，大客數啊、BM 啊，係你 cheap 嘅車冇 try。不叫咪大家買車 ，BM。不叫咪大家。有啦，特別真係 fun 咯，because 我細漢嘅時候，
哇，對我嚟講看到嗰陣時哇！啷細漢嘅時啊，就講壞車啦，係頂到啊！我記得等啦，我頂到我看到車我壞時，我唔是話咩票，我是話伊個包 window。啷把話包 window？包 window 等下時，哇！好Honda Accord 嘅有啊！頂到時我朋友係Honda Accord。我頂到細漢時真有講嘅，我真有暑假係咧because 我記得嗰陣時，我媽的樣是包喺你冷車，帶我去school嘛。但當我grandma 咧問我，伊見到你時時問我講，你是個借咩車？我借 stupid 我講我借冷車。YouTube， 當見啦，當然好嘅。有車都唔借，去借冷車就冷車爽啊！because 我細漢嘅時真 cute 咯，就一頓幫我人學，一個人車內邊會使借，嘅啦嚇，我見啦嘛，借人嘅啊，翻都真係有，真係你看，你借啲人嘅卡頂管都能這樣借咧？冇，一人車大人應該是借兩個人嘛對。我人見到伊搭一個幫到佢哋handrest 邊啊handrest 邊都借當咧，佢睇借定面，佢就借卡數about 9三站咧嚇，三站咧嚇。我佢記過之後，你借夠你啊，唔被翹頭咩？別啦，見到嘛，我記定到你講條搭係你幫你 handle， 你想人 handrest 會啊，或者係自己幫嘅。我定到時我去教頭毛啊，喂爸爸嚟嚇，嚇，你本身係自己幫嘅喎。我冇借過，你係都可以有借。當問有 baby sit 咯。啊啦，該超邊啊？係借幫啊，啊啦，要我就係幫顧家。我係借幫顧家，我暑假咯。我係一班嘅，你見到白去借。嚇，對，我特別教頭毛成日看你咯。要借機器啊！有個有Autobi咧，Autobi係咩車啊？BMW。哇！你當機唔係 BMW？冇，當機冇借，當機係咪車冇借？哦，係啦，你人哋爽啊邊？當機，哇，當機仔好車啊！仔好車啊！驚咯！係啊！你普基路海要咁樣浪位 iPhone， 只係 iPhone 路頭卡。你唔是普基路海，是啦 iPhone 路海。iPhone 路海劍噶啦，錘噶啦。你我哋對呢車啊？我當天我是換 Honda， 我換 hybrid 嘅。hybrid 啊，hybrid 係咪 ？Honda。Honda 係叫做 Honda hybrid 啊？哦，sorry，Honda inside。inside 係hybrid 嘅。我係個半駛就嚟 hybrid 嘅車，伊那是車先係要。伊行慢嘅事啊。你冇事啊！你 engine 係 auto come 嘅，但係你話你 stop 個 traffic light 先你落 brake 嘅時啊，伊 engine cut off 嘅。你都真唔真？你真唔真？真真係要嘅。啊，美國係Prius 是嚇，定到 Prius 咪是幾出名啊？美國 Toyota Prius 是 hybrid 啊嘛，然後伊個車嚇，伊特別 manufacture 特別到伊個聲啦，嘅聲棒嘅聲，所以人家聽到唔會驚人。伊來路後邊你先都唔知。You know, imagine what if from Penang 滑落去 KL and KL back to Penang on one tank of fuel. 哇，全一 sell。特別好 ，sometimes 你話 city 嘅聲有鬼你話 highway 文化 hybrid 時。冇話 highway cut 聲。Because I thought 伊兩是 hybrid 時嚇，你那是話 highway， because 伊等嘅時候伊用油，你 short， 你只第是伊成較慢嘅時用電。行嘅時，你啲行嘅時，你都俾 continue 行，你用真正少嘅油呢。我知啦，你用第隻油嘅時，你 starting from。But 但是你 hybrid 嘅時候，你 start 時嗰陣是用電嘅。電嚇。所以變做係，嗱我嘅朋友就是講伊話。
long distance 時啦，伊就because even though 是生油，特別你換咗 highway 時，伊本用咗油。但是講嘅是成個 city try，那個換啊，慢慢行邊淡薄，可能係伊邊ปั๊唔到油咋。你點電啊？每嚟你特別用一電嘛 ，to charge the battery。係啦。我做乜唔啦？我用油啦。Not necessary. 我把學噶試 Not necessary. 你換 Prius 要 technique 嘅。I know. 你 brake 嘅 charge 嘅 engine， 用 kinetic energy to charge the engine 嘅。Yes. So when you go down the hill 時，你慢brake。你慢你 brake 啦，你 just 當你 brake 嘅，it already start charging 嘅。我哋都你換 hybrid 時，個 normal transmission 嘅車，伊個 technique slightly 唔同。In terms of 你嘅省油啦，但是你換 hybrid， 特別你嘅 style of driving 就是 transmission 嘅 style，then 你 actually 冇省油。你省油，你 just 省淡薄呢。特別你用伊個 hybrid， 伊個 technique 冇省。我哋都講咩？我 dream car probably 是 Tesla 咯。哦，呀，對啊。我本愛 Tesla 喎。我本愛。Because Tesla 個 Apple 嘅車就是 ，I mean Tesla 是成個我係 Apple 嘅車 for Apple because 伊樣嘅 pay a lot of 樣 attention to detail 啦，我就是講。反正Malaysia Tesla 都冇咯。特別 Tesla 呢貴，我就冇再特別。那是我買俾 iPhone 20年，我可能冇得再特別啊。你誇張。但係等到20年嘅時候，伊 Tesla 係嘅。笨機咯。嗰隻機油過嚟。冇啦，應該 produce 一個笨機嘛嚇。當然我未有，當然冇再掉貴咯，你就揸把清啦。我揸貴嘅車。我問下路易笑。I mean, okay. 百幾千嘅，我唔是講我講隔了本時俾佢，我期待點買俾細細啲咗落車會使。我爸咪是定當時我逢識時會搭車時候，如果我講我講係俾車我啦，我講係換車，我冇搭白嘛，定當我坐 passenger 我搭白啊，我朋友載我咧，我 accident 咧，我 parents 買我搭白，所以又冇俾車我咯。你我講我嗌咩車，不咗我搖係八卦，好似之前我發嘅。夾到夾電腦，我俾自定車路，後尾冇咗夾出來。我本時見 Tesla， 特別我有煩惱淡薄啊，即係 Tesla 嘅車，伊安尼大電台用起來了，你要安怎偷即係電台，要安怎合格去啊？真正空空，無安尼好。伊唔是去，無安尼好意思。咩啊？你睇話嘛，成日你去一個 station 咧，是 you just okay， 有個 stand 嚟啦。我係講 after your lifespan 啊 ，after your lifespan。哦 ，after lifespan。一句嘅電話，安怎點合格？你要安怎偷起來？是我是煩惱是伊個世界嘅，you know，伊無咁樣好好嘅世界喎。特別唔知，我唔知樣應該是要 address 係咪就 issue 掉。I'm not so sure. 我唔知咯，我冇 look into it. OK， 我每路人看真係 simple 呢。Malaysia 冇啦，特別這邊 US 我真係有，都是人 US 這邊人recycle battery 嘛。這邊個本有。Even 你嘅 lithium battery 你 NiCad 你 still have to dispose in a right way，but 你 lithium battery 你 lithium 你都 recycle。So Tesla 依家用。I think 用 lithium also. So after 你用你 Tesla battery 啊，伊 degrade 啊，你 just recycle 咯。冇，但冇咁樣用哦。你講 recycle lithium 真係難講 recycle。你去 Google search 嚟看啦，你按照 recycle lithium 真係。哦，係是，I think 我是講，英國中是講，唔是講我一部樣部。yang bo recycle e product is講 sometimes 你用你 even save 咗 energy but 你 recycling 嘅 process 要 take 咗 energy 過伊當然你 save energy no 並本有數
被 manufacture pun ilang 用真係 fossil fuel。成個嘢你 footprint 啊嚇，嘢嘢 carbon footprint 真係大咯。你被 manufacture 就用真係 fossil fuels，你被 recycle 你是個再用真係 fossil fuels，真係坎坷 dismantle 個 recycle lithium safely 嘅 ，because lithium 入邊有真係多嘅油。個有就咱講佢點啊？佢都把講潮拗呢條大粒頭咧，大粒頭車。我當見我冇 ideal car， 我車我 just whatever is practical。So 你冇 brand， 你冇我買物件就是隔了 whatever practical 就掉了。你冇 brand 啦。我買物件時，如果我買物件時，我借條家己想 ，OK，what are the parameters？What are my requirements？ 特別我除掉成日講一個 consistent 嘅 brand。我 requirement， 我寫我 requirement。我係 requirement 就是我 reference point to keep。我寫咗隻 spreadsheet 特別 anyway 我每日講你有成日除掉 consistently go through 你自己嘅 criteria 咧是 consistently 一個票你 always 做對起伊 always deliver 啊。貨車，整個 computer hard drives 就是 Western Digital。但 like that 啦，我是講一車你錄完你看你票。特別車嘅我咧想我頭次頂車都是 bang up。pretty fucked up Honda Civic。Honda Civic 就是好啦。我看架我 aircon 換歹了，我 heater 換歹了。本嚟好啊。我 still 換。Then after that 我去 Boston 嘅時，我用車了，because 我10歲嘛。So after 我 Boston 我搬嚟 Kansas 時，我車嘅物件唔通問我 ，because 我袂曉車嘅。So 我問我嘅朋友啦 ，because 伊人有買車，伊人suka 車嘅物件，所以我問伊人講，蝦米車你 recommend？ 嚇，伊人講，Prius C 出來baru新嘅，that one 2012 baru introduce 呢，so everybody 講，not bad 啊，較好，有較impact because 較setting compared to the normal Prius，有我看過嚟。然後我看我 budget 佢哋，然後看我 WiFi，我 discuss 啫。OK， 俾 Prius。做同叫我看 Prius。用條子嘅是上次了啦，上次頂啊。Until now 冇 problem 啊。OK。แล้ว講白行時，但我諗講 A 嘛，冇3嘛。A 貴了啊？3。3嗬。係啦，講3時。講3。3你實講隻字啦。你實講隻字。嚟，你就話梅姓就話寶成講，你實講隻字票。有幾後你講嘅了？10厘至10厘，你實講。結果我係殺到啫。哎呀，笑咪齋。我同你講啊，查甫啦，我唔知其他人啦，比majority 我係朋友先咧，我諗俾淨係隻衫。冇情嘅。From 下嚟嚇，我諗屬界 brand 都冇情嘅。照一撲嘅，你邊話俾 iPhone？ 我 iPhone 我特節用雜 keep 照就佢起嚟用夾咩今日照啊？你講你睇得唔得？是唔是佢得貴？你掉到10度唔係錢貴晒，對唔對？特別我10度嘅衫唔是 iPhone 啊，你貴嘛？特別你夾起來，你話講你冇情嘅衫，你夾起來啦，你差唔多啊 ！iPhone 特節特下啲用咗就哦。我點只啊？你就即係啦，呢是我拿晒燒起來嘅衫。啦，我講我講只貴啦，但是我講很基本咯。我是講我開嘅物件，你係衫情貴到對。我用嘅我 iPhone 我早起我用。我去check 伊個 screen time， 你俾佢隻新嘅 feature 嚟啊！剛才講你用乜嘢啊？你使比較 phone 啊，你個 phone 嚟係情嘅咩味嘛？特別我免情衫、免情球，我 phone 我都用啊嘛。我撳開濾咧，我撳開濾，我開到啲我電話語咯。你講特步冇咩？就個你blazer 啊，嗰時。我覺得平 H&M 嘅晒。H&M 大嘅，咪講特絕啦，你出去嘅時呢？嗱，即係 Old Navy，Old Navy， 我見有時都情係咪曬？我冇見有嘅喎。唔渣咧，係咪講白咯？但我冇咩有 ，I think 我出去時我咪是情 H&M Old Navy 係咯。H&M 就係扮嘢嘛，這邊。
以前你媽我係jeans一條啦，有 discount 嘅時候，是把10個塊20塊呢一條。啊？然後我 T-shirt 啊，我 T-shirt 嗬，公司5塊，公司10塊。T-shirt 咪講啦，伊 T-shirt 的。啊不，我 shirt 啊，我 shirt 啊 ，shirt 我較貴嘅 shirt 啊，頂住我去買 Banana Republic 嘅嚇，我舊年事情嘅。一條本是個30塊，30幾塊咧，真正少，真正少。貴 set 你咪講安尼啦，貴 set 都睇下佢哋。貴 set 係咩？你舊年事情成日去。哦，特別我係 suit，我係穿隻褲嘅嘛，我係 suit 穿隻褲，特別我係 suit 較貴咯。本是想有你打波，人買白色啦、灰色啦、淺灰色啦，第2條白色啦，第3條白色啦。你邊想死嘛？特別我係 suit 較貴咯，我係 suit，I think 我特啲馬來西亞做嘅啦，我一條㗎700、800。冇較貴嘅，一條差唔多1800啦，另外一條差唔多2000幾。誒，上個你有20條嘛？你會加做一條。或者成日你看到水嘅係，嗰是水嘅布啊，是唔是？我嘅 concept 就是安尼咯，我買我講或者即係穿去到。特別我特別會穿啦，有穿我嘅會買咯。啊，穿住刀咯。破嘅。啊，冇嘛是等條機會穿咯，等下未放出嚟再穿咯。OK，嗱你冇講你票過嚟。即個票啊，我看者。古早有一陣嘅時候，我直直買下個 FCUK 票。哦 ，French Connection。唔是 because of 伊嘅票 ，because 伊嘅理解咯。誒，你真係你咪是第家見咯，腐竹，叫做腐竹啊。係腐竹嘅票。第家見你票嚟喎。自己冇聽到係咩票，我看者。認真時我穿一條 T-shirt，唔係 FCUK，是我食 T-shirt，那是嚟自 FCUK 嘛。然後認真是少年的事情啦，還是小的時候 ，because 可能咩？冇，你 flight attendant 講 ，oh my， 係我嘅朋友。前期 library 可能咩都係學阿伯咩，伊唔知這是這個。喲，特別這是掉啲啊，這是自己吹來吹俾聽嘅。I mean, it is a whole campaign here，就是 because it 即係 provocative 啊，你看到誒，頭你上個講，伊是 FUCK 嘛？嚇 ？Sorry，no，I'm not talking to you, Siri。你想我嘅講啊 ？Guess 咯 ，guess 生。哦，你哋就猜看伊情未情下？冇，你 guess 嗎？冇，你特別靚啊！但是你情佢到落都冇乜咩 special 物件情，你情嗰啲。誒，我問你是自家 guess 伊嘅 style，還是自家伊票？還是你情一成啊？唔是自家伊嘅票咯，伊嘅 style。哦 ，guess style 上面我都唔知。有條 season 嘅嘛，唔是咩？係啦，特別做咩事冇像 season 嚟講，你本係自家 guess 嘅，是自家嘅票咧，還是自家伊嘅票放出來嘅好咯，哦，好了。sometimes 是自家伊嘅票嘅 choices 是啫，你唔是成個講一直嚟玩 style 呢？未必是啊，唔知。伊人嘅票嘅 buyer 啊，伊嘅 design 啊，所以特別是客路啦。了嚇，冇情調啊，是當冇情調嘅。喲，破嘅。Rare London 唔知係咪嚟？我 online 睇。係你貴哦。英國嘅票，英鎊嘛，對我就都是貴啦。點解是買英國票？你唔要去巴塞馬蘭買啊？冇，我 online 買，ASOS 嚟。แล้วโอเคก็ไม่เพียวก็เอเพียว Guess 第一隻咯 ，Guess 冇情。handbag 係咪俾佢講啦？但我猜看 Gucci 嚇 Chanel 啊冇啦，冇你好 get 啦。Louis Vuitton 誒，我想講你兩個沙聲啦，唔係講下你。哦 OK 沙聲個嚟講咩 ？OK 我做俾你沙 Burberry 喂沙啊有隻係 brand 本啊，本隻係 Burberry 嚇講下 Burberry 是計係咪？我 suka 伊嘅 quality 咯。quality 所以你請隻股啦。我做咩啊？你多啲英國嘅嗬？冇啊，我多電嘛。哦，我想你 suka 咧，你多啲英國。了
了你是讲伊打汉只故事，你有伊什么 jacket 咧？我有伊 jacket， 有伊 trench with scarf， 有伊有伊。了你有只 duplicate 咯？你几条嘅 jacket， 几条嘅？啊有。你看了格去超过30行哦。敢若三甲有，我敢若三甲无那款啊。格了是格啦。无，我買較濟 classic color， 較濟是。裡面 lining。有誒無。一大嚟自 Burberry 你看。啊無，有啊你較少，係我較少買。因為把你裝嘅衫 Burberry， 我想要種 overcoat 呢。做 sweatshirts 啦，伊個 cardigan 啦，了個有 jacket 啦。我不是清調，我是 jacket， 到處清調 jacket。我 cardigan 是 Target 呗。Target， 個 glass 淡薄。Target， 那 Target 個 glass。我係個 cost 一條。阿無就是去幾哪種嘅咯，阿瑪尼啊！哎呦，阿瑪尼是幾條嘅票就講聽。無講真條本啊，比啥？做咩咧？條咩人做？我無明白。唔係，嗰隻是個阿瑪尼，那是隻條嘛？成個毛毛菇。佢真錯咗嘢啊！講條啊，即叫毛毛菇真條本啊，你咪看，咱去意大利嘛嚇？誒是嚇，去意大利嘅事。咪笑笑下，能夠看個幾哪卡對耳啊！係啦，我就是咁樣講咯，真曉啊！我講啦嘛，等下我去，你咪接來嚇，你咪接來我講水路。來講，直接叫佢來嚇。來講，很啊，咩票講咧？幾哪粒啊？你講聽到？幾哪粒係咪？我真係無用嘅，我去買我物件，啦，伊去買物件，我可能看啲大卡，個看細卡出來。買衫還是買包？你買包，買衫買下買皮啊！是嗰陣是無呢？佢哋冇俾講 back 個，佢哋講衫了成日格咧人亂搞講衫成，有呢個係咪衫個？嚇個係咪衫個啊？我係咪衫個啊？唔知啊，嚟有啦啊！H&M 本有啦 ，Zara 本有嚇 ，Zara 本是 one of Zara 個嚇 ，Zara 是成個 one step up 咪？係咪我 compare 嚇 ？Zara 是查波衫咩？查波啦，波本我查波本我睇到講佢自己，我係啦，自己破去啊，我睇冇破啲破口啊，極死喎！英國店，我想講 Zara 是查波嘅衫。冇英國店直接我去英國隨路啦，白白去行。OK 啦，嚟啊！嗱，就係講樣話，就講炒。我過嚟啊！還沒輸，我諗把啲講到你耳一個底啊！係咯。誒，毛毛菇我咪每路盯住我放嘅聲嚇，你聽到是唔是你聽到嘅聲啊？嚇！你聽到未講是？嚇！係咪？你落掉，你聽到嘅聲是你聽到落？冇，我落掉聲。哦，但係是伊唔知伊咧 speed 放冇事係什麼啦？冇可能喎！我想你聽到嘅聲，你放嚟落一聽到嘅聲，一聽到成個是伊嘅 sampling rate 冇唔對嘅數啊！哦，特別我聽啲每個口嘅喎。你係咪？你聽啲每個口咩？我嗰時講我聽到咧，我行去外口。你聽到，你不是聽到咧？嚇！咧我就是聽 microphone 就去嘛。哦。咧我聽啲每也會會個。哦。一腳加輪轉。有你聽到一時，你看正就等住你叫啊咧。嚇！咧我就是 replay 到對咧，我就其實我放咧，我放個兩聽。Transformers 嚟啦。哦，那是 Transformers。你聽，一聲聲 slow down 嘅聲咋？成個。是 normal speed，特別要 slow down 咩咯？我咪嚟攞啦。嗱，聽我 speed up，我 speed up。
耶，睇到。男仔叫我死掉了。他们物件来。嗱，我聽我放電台啦。你是狗嘅聲嚇？多狼啦，唔是嘅，唔是特別啊，毛哥我要 clarify 啫。你聽到你前提啊，聽到是，伊聲是相嘅呢，係點樣？較無安尼辦，嚇，較無安尼辦。嗱，這是攞到。無安尼一杯些聲。哦。嚇。差唔多啊，你看。唔知係四頂嘅聲啊。就是啦，咧男仔直頭講，你搞死掉啦，你搞死掉啦。哦。OK，anyway，嗱就嚟講啊，會講比較大粒細粒啊，毛菇、女票啊、衫票上面，是噶。無票。我知你是個只阿瑪尼嘛，我知你就是個阿瑪尼嘅條。無票，也無票。我冇相信伊。有我立到你教曬嘅 A 片嘅處。冇啦。你票我知，你是個阿瑪尼咯，我知是個，我就講，一條落嘅就是個阿瑪尼嘅。較少咯，看到伊呢有 offer 呢，就立。你是個阿瑪尼嘅票是買來是個，你是個伊嘅票價，還是個伊嘅係咩物件？古早是屬價伊嘅票，當今是較屬價伊嘅 material 了。哦，伊 material 乜鬼好本嚟咋？哦，但係我開始是買阿瑪尼嘅好。我唔係俾佢阿瑪尼物件特別。扮機咯，咗你並俾隻扮機啦。如果你看好嘅人講，好嘅人講話扮機咯。10塊呢 US dollar。別，等我講聽阿瑪尼有隻字屌嘅就係。對。啊！我俾一個切過哦，你啲。Excuse me。嚟，你一條8，你一條8、8、9、0、8，我100塊，就是加貴咗 game。你是買係咪物件一條底褲啊？一條 T-shirt 咯。T-shirt 100塊啊？係咪？我100啊，後做比一條8、8、9 OK。Please。老問講我電話貴啊，嚇講到聽 T-shirt 一條100幾塊，嚇。冇啦，冇問嚟講，計食就多是 RM 還是 Euro 還是 Dollar？RM 幾多塊？100塊 RM 係咩是30 ？OK 嗎？冇啦，阿媽你 exchange 嘅錢咪是about 8倍到8呢個嘛，啦 RM。我咧 offer 係18字呀。18年，你看到？這是阿瑪尼 exchange 喎。Australia buy 2 get 1 free 個。阿瑪尼 exchange 唔係阿瑪尼喎。哦啦，阿瑪尼 exchange 較辦機嘅咋？較辦機嘅啊。了你要準備買嚟 Giorgio Armani 嘅物件有冇？買嚟係咪物件？我用 perfume 啊。perfume。嗱，我當今我係 perfume 就係辦嘅 essential oil eucalyptus。只用下你轉出去啊？冇得冇。我一般是用噴水用隻香，就特登俾我計貴呢，用一個上調。你用咩？我知道吧？你用 Zara。哦。你講到噴水啊嚇，我本是另外拍算嘅一個人噴水。你燒薄袋呢？是唔是？啊？冇燒嘢薄袋呢？冇啊！為咗嘢薄袋買咯，冇燒味。佢陣時你味嘅時就個只香啊！你看，然後你想，我成個先啦，我愛啦。我咪知我特登啊，我愛 control 我自己，我買習慣啦。然後我哋買物件嘅人啊，細浪者啊，你度講啦，你卡達啊，用卡達啊，嚇，你俾然後伊度卡古，伊度派去啊嘛，都係掉這邊唔使做咩生人，但係你唔使生人嘅無味啊，做生人。誒，好誒，tahan 嘅嘛。我那個茶你講話落安怎做啊？嚇，
Long si direct chua to sing ku ni. Si chua le spray delay walk away. Boss spray delay walk away. 冇呢 dramatic 嘅啦，但係調啊冇呢 dramatic， 冇呢 high class 啦，冇呢 high class 啊。誒，兩隻薄彭水人講下，一人講兩隻薄啲彭水就是你薄。我播，我做我係嗱，我做我係阿莫管，我做我係魚啊，阿妹啊，阿妹，正啊，แล้วก็嚇對，แล้วก็我係嗰度做一下，你做幾刀？我做多餅加餅啊，一刀兩刀呢？冇啊，1刀、3刀、4刀、5刀、6刀啊，我估就差咯。我用不了。等陣，我冇薄彭水小姐比啲古曬比。係啦，佢只買張 A 嗰時你看咯。只是叫落棒西啦，冇估落棒西。誒，肯啊，攞興嘅，參與出去啊，佢自己棒西呢線。只借幫借嘛，大股細就要做。誒 ，OK，怎麼講嘢？怎麼能講嘢啊 ？Before 能講，薄彭水人怎下講？冇抓起啊！阿妹咯，那個我知啦，你講做 discuss，後尾 cut information。應該是攞刀，你講啩？攞刀啊！少呢，100秒都用幾擺，用幾支幾年。你怪你人用得濟啦！我講條我用彭水人抓下，我用彭水我抓一刀就對我 risk 嘢嚇，我當我 risk 邊嘅時我幫我阿莫嗰啲講幾時幾啦？哇！你是用個幾千年？你用幾千年？我隻股我成日定到是1992年俾我講過。我先了定了，誒 ，from the manufacture date 啊，依啲關彭水啊，你俾時都看依啲時出啊嚇 ，from the factory 啦嚇，แล้ว搞你開 first spray，你都係用糯米裏邊都係用了。Excuse me，我講 eternity 個。我講誒，嗰時你名咩CK 冇念到，誒名咩嚇CK1啊，CK1 eternity，誒，有一罐，我未記，依一罐是馬來西亞 plastic 嘅罐咧，你一罐 oblong 咧。Summer， 唔是 summer 係金色嘅喎，金色。你看這最嘅一罐一罐啊！我哋馬來西亞嘅冇，這是 O2B CK shop 啊，好邪啦！係電棚。哇！你看啦，一看，你看一看啊！我一百間你你講你叫個 boss， 我Oh my god！ 哇！你 Oh my god！ 你 Oh my god！ 等陣嚇，干了彭水哦緊了彭水啊！哇鮮咯！誒，這個水呢？頭前嘅罐上面，他們電棚水啊，我做邊啊？即係唔知係咪物件嚟？咪亂啊！冇估。未好食。上加一百個，上加一百彭水啊！一百個。媽啦，有落冧擺呢！我都係成古巴咧，我前面有啲借朋友做咩？借朋友，肯定係借錢嘅。我個辦事是大 CD 嘛，嗰時 CD 啦，some sort of CD 嘛，搬家嚟 country， 所以大家有，肯定烏魯 country side， 所以大家用朋友。都有幫油啊！都幫油的用個借。係那邊啊？你嗱，這個長毛油，我就長毛油，這個長毛啊！因為成個一位一票嘅朋友是冇，夫妻一票，冇啦，個一票，亂作換，其實換冇上嘅，係咪？我看是唔正嘅咯，看是唔正嘅。當金地用條，當金用條係咩？我用點，不如應該上，不如應該三。哦 Zara 誒，所來是叫做Summer。哦，新沙當康南谷。啊，這個 Zara 嚇，我看英鎊應該是幾磅嘅嚇，冇幾磅。哦，嗱，嗰隻咪是 Zara，後尾是一套啊，嗰啲車是咩？車不是 Zara，車哪位嚟？哇，所以你只係食個 Zara 就啱咯。
White mint melon. Oh my god, I think 我 suka 本啊，即淡薄雜波乾煎嘅味，我 suka 咯。即冇呢雜波乾煎，即個 fresh 淡薄。我 suka 我 fresh 就是淡薄乾煎，一下淡薄木瓜味，成個胖啊，係我講嘅 fruity 啊，我就 suka 味是啊咩啊？即個胖，即個曉。我淡薄 orchid 嘅味我 suka。即個是佢老大波使用嘅。แล้วจะเลยบิคีสัตว์ตาบอดสิอย่าง这是什么来？係咩 Blue Spirits？Blue Spirits。哦 ，Blue Spirit，Man Blue Spirit，哦，這是被淘汰靈魂嘅事。對啊，你被掃大波靈魂啊！你被佢掃靈魂出嚟。啊，แล้ว這裡，แล้ว這是 cocktail 咧？你 cocktail 係什麼嚟？這是 cocktail shaker 呢？Hugo 是 Hugo，就估咯。ข้างๆเจบัตร全部啊，等於冇做啊，有冇 manufacturer 啦，เจ。你這係 Zara 呀？我前頭係 Zara，แล้ว這裡是。咖喱俾六七罐咧，嗬，是唔是？啊，我時本啊。誒，我冇直接去 Copenhagen 嘛，依個有經過 Copenhagen，又我去 Copenhagen 都在做功課咋。我諗這邊先是個 Zara 個。有啦，買少啦，真冇咋啦。有啦，喂。我樓下個有個。喂，有咩？得咯。你應該是有啩。我諗冇 Zara。喂，佢講差唔多被開，咧是冇開。哇，這件物件嚇，我想俾佢點掉。邊邊嚟？這是係咩嚟？冷上嘅。金條。冷上都會有呢。冇啊，糖水啊。個糖水啊，帕格羅班咯。呢叫做咩？帕格羅班。帕格羅班是出邊一票啊？冷上嘅特別冇食㗎，แล้วแห่เดียวแล้วว่า楊小玲，然後後尾看แล้วว่า楊小玲，我真係食㗎一罐，我楊小玲嘅 brand。哇，個第二站啊！最喜歡楊小玲嘅。我真係食㗎呢楊小玲嘅。แล้ว這裡個冇啊，個冇開過。你是 sake 嘅時候。哇！你謝咯，彭嘴。OK，我諗我有3罐嘅彭，5罐。一罐就是講你講我係 CK1 個有個都串嘅，แล้วก็一罐就 CK 唔知咩骨頭 ，electric 係啊，咩叫 ？electric 啊，伊是白色嘅 plastic 嘅罐咧，伊嘅會是邊啊頂咧是 orange 嘅。我是都可以唔知我到底唔知跟你plaza上面都行過時，伊用啲 promote 咧是我 video 咧我暑假咧我買嘅，แล้วก็有個，แล้วก็有另外一罐就是係咧講人檳榔學嘅檳榔嘅咧香水先生啊，香水先生。哎呀，你未記啊？起來甲人講嘅啊！我講嘅朋友，Oud 加Georgetown 嘅啊！我攞罐咯，我 Oud 個 Georgetown，你我第先嘅 favorite 你就冇 orchid 嘅味，就真正就冇咁知嘅，係是上個上個nhỏ nhỏ味咧，就冇bunga melok tempo le，tapi bukan saya bunga melok lah，tapi mau guru cumi。100盆水，แล้ว因為好難快 collection 啊，因為家姐小到這是係咩？這是 Burberry 啊？這款。Oh my god！我講聽我換衫，我係 trend 換只快，所以我唔敢買貴貴嘅喎。這不是，這裡唔是這啥啦誒。嗱，個 label 個掉個 sticker， 買亂啊！冇情嘅佢掉，有啦，有情嘅，㗎啦有情。情一個擺呢，是唔是？我這是古尼貝啦。阿瑪尼嚇，這古尼貝，鮮呢？แล้วก็แต่ว่า我講我第先呢係一罐。係咪第先係一罐？我第先呢一罐嘅香水是。我唔知叫做咩名，我是到底係啷在咧Nyonya 嘅咧 museum 係咩啊 ？Peranakan museum 啊叫。伊個後尾伊會一 gift shop 嘅啊，
if 你講未見起，要坐咧 exhibition 呢，無論後尾俾佢自己 shot，我但係你 gift shop 俾咋，伊關咧伊是成個一個 George，成個等人變嚟嘅老厝呢，可能，我只是搞咧比較少就變嚟，落搞水嘅比。My God！ 一閪台比，閪台比嘅，這是咩？這是咩 leopard print？我名正多嚟啫。哦，都係啲橋嘅。我就同你講啦，以前啲橋嘅。17號嗱，17號是一樣做嘅，就嚟 show 咯。哦。แล้ว佢 CC 無慮無慮嗰啲俾一箱 A。Oh my god！我 Brie A 啊，攞清楚就。真正蘑菇買你款潮啊，蘑菇。你知唔知咧？我哋因為一定得 special，所以我就係。你有幾箱 A 啊？我買梅。哦，水咯。水啊！哦 ，sneakers。哦 ，sneakers！Oh my god！What a bitch！梗係 bitch，梗係下亂嘅咯。我就是看到我真正suka，我真suka leopard print 和 animal print 嘅物件，所以看到我真正驚，我直直大邊直直算來算去，咁無插小成死了結。แล้วเบ啦ก็แกบ่สิสั่งแต่ว่าเบให้มีแกฮะก็จะคิดขวาตัวด้วยก็แต่特別สุกะปุ่น我嘛是想定住我俾你時，我俾 Apple Watch 嘅時候，我就 order phone，order watch 下時，一定住我 charge 我 credit card 嘅時候，460塊，我真係貴啊！咩所以就是呢款。叮當嘅電話響是啊個18幾塊，唔係叮當係 watch 18幾塊嚟啊嘛。這裡一箱啦，冇啦。就到落嚟啦，因為阿嫲咩啊，嗱阿嫲在邊潮啲啊嘛。阿嫲錄影，阿嫲是會係佢俾停錄啊。係咪？我俾你咁少啊！你最近啊，嚟嫲嫲過嚟看錄誒。計嘛，得佢見啊，嗰度做會下，嗰度佢拖隻卡攞卡出嚟。誒，等，我咪會別人嘅衫啊，啲家機有衫票是㗎，啲家機。冇誒，家姐是巴沙馬蘭買啊。哈哈，我唔想。我比較巴沙馬蘭就是 H&M 加 Old Navy，特別我隻股冇買， Old Navy 冇咩興啊，我當然較濟買衫較就是 H&M。即新加坡人，但是只夠買是看不怎麼樣。冇啦，冇咩唔講買本啊 ，because 我對 brand 冇係咪少，雖然我是真屬個 Agnes B 嘅 style 啦，但係我冇去買。哦 ，Agnes B 真屬個上個路喺度 H&M 咯，嗰度咯。OK，我最近個買就一直開，我感覺到我未咁去開。我們想。有衫百幾兩百塊。好，我們想。我在你下面說，你唔是 auto B 數。咪人身攻擊嚇！我唔知噶，我做 B 差唔多想嘅是，我介意噴水拍唔到。哦，我熟噶，你個上個嘢可能看木咧，無想知我木無想我用嘅噴水無想。我開始是熟噶，對我直接用上嘅用站嘅。哦。啦，你一站真係久啊！別講。我用啊，我個讀對去咯，但我讀對有當時佢讀，特別我時期我就估冇對。我較早嘅時我真係熟㗎，係咧 Polo Sport 啦 ，woman。哦，係哦，攤啊，already 斷啊就冇了，咁你一邊半買唔掉了。然後我 friend 定到到 US 時，佢實教我買淡薄個 because 阿未買㗎了個，攤啊。我介紹你 website 啦。冇咧，我見 website 看了冇。冇發你 website，3禮拜寄來了，3禮拜寄來。你浪教主惡卡咧？唔係。你 website 是講佢哋 discount 咧，憑水個攤買咩？哦，等我 sending 好咯嚇。OK，on。OK。誒啦，佢知道對嚟是俾50罐。stock 㗎人啊！到即我哋都。係物件3票。講未出嘛？只行講未出嘛？但係未咯。衫是訂到的是個阿瑪尼咯。嗯。然後你是改票啦。
suka ia sang tahan jago jangan senja etong. material OK，我 never base 衫係是講會tahan嘅，因為我穿那是講伊會tahan嘅是伊嘅 side product，伊那是講伊會tahan嚟講好咯，特別我買嘅時候我是冇看 quality。當然我家己穿一個 ANF Abercrombie 啊，哦 ，because quality 佢好啊，唔是 A&B 啊 ，Abercrombie and Bitch 啊，係當時咯，佢係當時。當見咧，當見穿咗咩？即 Abercrombie 喎。OK 啦，咱講當見當穿咗咩票？我穿裙衫，我穿裙衫。大媽 before 都我裙衫時。Pagoda。Anyone 噶啦人。我琴日請咗Pagoda。係啦，啲出嚟穿 Pagoda，大家啲出穿 AX 啊，超死人。OK， Pagoda 即係我看一卡吹，應該點？嗰隻係咩？係咩嚟？我看 brand 係咩？但係買叮當，你一卡吹就叮當。Polo Ralph Lauren。哇，地球本 Polo 嘅咯。有你衫咧 T-shirt 咧？哎呀，這裡是晚餐呢。OK，但我好難看，我是頂面咧是 Old Navy 18年前嘅我穿，18年前。開始沙龍我看到。แล้ว這是漫畫嘅票沙龍，漫畫嘅票，哇哦，漫畫嘅票真好嘅，漫畫嘅票夠長夠闊。然後我嗰時穿嘅時候，我穿起來包起來我冇管嘅，嚇你，喂冇啊！啊，แล้วลอง別人咧เอาติดตัวตัวเอง穿掉 Abercrombie 我那是冇穿底褲，當然是冇穿底褲啦。有穿底褲時，我底褲是 H&M 嘅本，嘅版機。แล้ว即係個都把冇不都買用，不都買用。裙衫冇。較早咧，較早係是。我應該是穿咗cotton H&M 嘅 T-shirt。jeans 褲咧？call Levi's 嘅 jeans 咯。Levi's OK，第個機咧？第個機我穿 Tesco 嘅 brand 嘅。哦 ，Tesco 嘅衫是褲。衫加褲。แล้วก็幾擺咧？哦 ，to be？ 嚇，我穿到 Burberry 啊。Burberry 嘅 sweatshirt 啊 ？Oh my god！ Air jacket。 Oh my god！看到。嗱，你看，hoodie 啊 ！Oh my god！ 伊是 zip 嘅，係啦 ，hoodie 啊，會 hood 啊。嚇，會 hood 嚟。那伊 hood 個有咧 Burberry 嘅。Oh my god！係咯。然後安尼看。貴這條。這條我在 Canada 買喎。嚇。你暫時買記啊咯，真是百幾嚇。Oh my god！你知我 hoodie 就擺幾多？百幾啊，別記。我 hoodie 就擺10塊。我做咩？我前日見成個係硬佬，你前日係 maintenance 咯。Sorry 哈，kaki lui ai ha，vô khô ăn ya。即係愛講好好嚟哈，會小牌啊。喂，媽乜出嚟講話了？kaki lui 俾唔是硬俾個嘢啊嚇。kaki 嘢啊。自己話口啊，拍邊啊，拍邊。我哋話家換真係換家多謝啊！哎呦！你可以掛抓叫啊，梗係俾人掉布布哩啊！做工嘅時食人嘅 lunch 啦，แล้ว對人食出來，然後 Q 啊！啊看到眼屎愛俾。你都咁慣咯，你是 Burberry Queen 嚟啊！我真係咁慣。你喺前一號都咁緊有未？唔是講爽，因為伊 quality 真正好，有影真正好。我這條食久咋？到加拿大買，我到整大幾年啊，4年來。哦，你 before 是買嘅咋？我個 still 穿條。特別大漢啊，咯，特別係好嘅人買，佢就是講嘢 quality 好嘅。那屬實是 quality 好嘛？好啦，我有買到 brand 啊 ，quality 成個 size 嘅款。貴嘅咩 brand 講啫？我想到我買好啊，八路。係咪票講啊？係咪 brand？ B 嘅頭嘅過嚟知。B 嘅頭過嚟 RAD。Panda。RAD 過嚟知。哦，Pratut。
Pratu 是靠名呢。Pratu 到出沙都無買來買 bag。佢啦，小咩呢貴？我俾下你雷 bag。泰國真濟。哦，雷 bag。了一個禮拜呢，嗬，伊個夾誒，我上個係 credit card 夾嘛，唔是，伊印過去，一條一條。係咪一條一條？你夾只幾條啊？哦，你只幾條夾啊？冇啊。哦，可是俾條 invitation 呢？但係嗬，我咪是話你個 at 我 iPhone，我新嘅 iPhone 都咪是 at 你 Apple Pay 咯。哇，400幾條夾嘞哇！我冇，我冇用啊，我有夾呢。我只隻夾咯，我頂我有，但我隨口我 Apple Pay 啦，沒有幾嚟夾，我講成我去看。攞幾條攞佢去隨看。我嘅朋友本掉咗就上 brand。掉雷白吧，伊唔是講上正頭，伊無俾下你貼嘅字嘅，伊俾下你印落去嘅字，成個金色印落去 print 落去嘅字嘅。一個禮拜呢，放機器下個字，伊杜爛嘅伊 email 下你人啊 send 到。貴哦，伊你學嘅字。我唔知答波嘅，無咧，伊 send 到。貴啦，真貴啦，千幾塊一個。要伊印到對下你字學伊。貴啊！嚇咩？Actually one to one 嘅嘛，one to one exchange 嘅嘛。伊做可以做對號，我唔知 exchange 可以，嗰時印到對號。安出印。我唔知，總之換一粒可以用夾馬路，我拄到伊時，我講叫你俾嚟看者，伊講下個無論，唔知有唔知幾邊。哦，安出奇怪哈，maybe 頭先未可以18什麼諗嘅。你看是寫 Prada 是 Bata。Prada Kasi mang bê hệ kim mi lo. Hãy hệ kim. 我阿邊冇嘢字冇劍嘅咯。我係唔是即係正頭，我係是撩皮嚟答波。哦，係咪皮？撩，我係 OK 啊，我阿邊我用到嘢之類嘢cut holder 啊 ，stretch 㗎啦，係 OK。你係 Prada 啊啫？呀。哦。我係冇票嘅，我係實是唔知咪咪 Kaufman 唔是 Kaufman 是 White Bag， 喂。我咧唔知咩票啦，依隻俾錢賠啦。使用佢唔見冇票。冇嘅，或者啲平嘅 color 嘅，你看，我係 color 嘅。但係我冇看到過，我冇看到。錄到 off 啲 camera 起來。是咩？18等陣，幾貴？線。咁做？免線。我 wallet 加我 bag 嚇，諗乜佢我 backpack 哦 ，leather backpack。真是有啊！你你弟弟話你真係隻卡 bag 本來係。當然冇啦。我 since 我用佢哋leather 嘅 backpack， 我直頭用一卡用嗰幾年，一路3年。因為佢 leather 真係大汗嘅。對。了我個世界伊 shape 都好冇咩較大，個冇小大，個冇小細啊。了我只是想一個嚟啊，特別嚇，伊唔知咩 Kaufman 票，唔知咩佢頭票嘅。冇票啦！我本時俾 leather bag 嘅啦，掛，滴滴俾派，計極閃嘅冇得話。我手機俾 canvas 嘅，你淡薄聲冇咩好聲，啊！但係見俾閃嘅貴，計 balance 淡薄。特別啊，我閃聽咯。我係 wallet 正大，我 wallet 係 clutch 嚟啦。喲，我今日用 travel， 然後我去 travel 時我幾下用咧。我係 Apple Pay 卡嗬，今日 Apple Pay 卡呢，然後我有搞掂佢，我 phone 嚟嘅。特別，但是到底我嘅 wallet 裏邊啊，點我10幾條10個，冇上款嘅卡啦，所以我 wallet 特別大。哦。我夾佢了出門啊，上次。我夾佢，我冇夾佢啦，我個一塔都出嚟個。是講我夾出去，我驚講愛用掉嘅，我夾出去。我只驚 backup 嘅，我就講即個可能伊卡未收掉啊。當今我冇呢驚啦，定當今我有 Apple Pay 啊，我咁有 backup 的喎。定當時我只驚講 OK， 我一條卡可能刷未貴時，按就好閒看咯。嗱，開啊，嗱，看啲啊，幫。嗱，來，毛毛哥來。
噔噔噔，嚟啊！咩嚟？等看到兩點看到。哇！堅嘅 American Express 啊！你睇冇啦，我看你看食啦。看伊 back 一 color 啦。我這是 back color 係，我想是綠格嘅 color。冇 back color 嚟。這是咩票？Gilrod。啊 ？Gilrod 啊。Gilrod 先啊。Gilrod 係咩？有咯，仲有票。哦，唔是咧 chocolate 呀，票。L-A-R-O-C-H-E 咯。耶！你是買咩back 嘅票啊？有買衫，有買 bag。哦，我上個跳過，特別我想食 chocolate 嚟。唔該嗬，這個 brand 嗬，一啲好笑嘅，當我未曉嘅時候覺得，上個是幾嘢 bag 嚟喎，你咪買幾杯咯。啊哈，哦，你是講咦成個手機呢嚇？耶！哦，哎呦，有個係咪票啦？你 OK，當然啦，仲未講嘅票個，等我看啊，應該講你有三這個嘅票。冇，因為較濟我係衫是甜嘅，我係 suit 個了甜嘅。讓custom A shirt 是我敢若暑假英國做嘅 shirt 衫，所以我 shirt 是 either Charles Tyrwhitt or Charles Tyrwhitt 嘅 shirt 還是我有未記得嘅票嘅名係咪 Stevens Brothers 嘅 shirt。你 suit 是都做嘅？我 shirt 啊？你 suit 是都做？我 shirt 是我 suit 是 Norton and Townsend 嘅是一天嘅話就是 Amo 嘅German Street 嘅 tailors 天嘅話。貴啊！冇我是天啲是 detail 咧係咧。嚇！我就是喺邊做咯。冇咁樣我算是天嘅，特別我係 casual 嘅物件呢，我較濟是去美國買，我冇買啲英國嘅。哦，像你 shorts 嘛，你行款 shorts。嘛，即係 shorts 是美國買啦，polo 加咩啊？嗰一個票未記了。Dockers 啊 ，Dockers。哦 ，Dockers。因為我是講一樣嘅地殼。加工對啦，加工。我係你搞死。加工啊！你popcorn鏡冇嚟？加工popcorn鏡冇嚟？Milky。伊搞啲背是。OK， 當佢諗佢講 back。back 嚇。有咯，講舊嘅陣點咯。back 嘅票，哎呦死差唔多你等啊！琴日佢講 back 啊，講咩 back 嘅票，係咪講咩 back？你做可能 back 啊 wallet 啊你 back suitcase 馬路照俾啊咯 wallet，因為弟俾弟冇用，是擺料擺水呢。哦，你在這裡嚇？我真係卡啦，我時常講俾了都係用一卡啦，俾咁啊，一個再用到對一卡。想迄一卡用真正濟年啊！我是跟他用，我是確實用咧。我咧一卡用個一派了個玩。但我一卡個好呢，一卡伊未派，伊個 actually 一派是我唔是一卡，唔是一卡。這個派一個未派個，我點解用隻股嘅？我只是個隻我咧數。一個真好嘢，攞笨蛋嘅，咁有嚟 wallet 啦，開始上有鐳，有隻 wallet 冇鐳嘢。對。嚇！我哋是用對 wallet 有鐳嘢，我日日打鼾，我日跌唔跌掉嘅。嚇！別使我哇！做用本冇鐳喎，你 guess 食沙掉咪情。冇按照講有鐳冇鐳嘅。你成個垃圾講用鐳嚇，就鐳 back 少鐳嚟，鐳 back。特別有 on credit card 咧，冇咩曬啊，同佢。是啦，都冇咩嘢 cash 都冇得滯。哦。伊 statement 出來而家掉錯。如果是用來用去，我是用即卡，我用隻股，我是大加拿大啲。這些卡。你是未派嘛？我得啦，我看。我是 leopard print 啊，這是你冇啦 leopard print。但我看到你 leopard print 啊。哦。這個我看這是
这是咩啊？豬戰只謝你啊謝。牛子啊，牛子啊，牛子是毛毛牛不打老啊，變牛子曉。這我用 at least 有6、7年。因為問學準備一個物件。嚇講。因為你買安尼做一個，我愛買一個 bag 啦，然後。啊咩 handbag 牛子啊？啊，然後我驚，啊，這都唔敢講，你驚掉槍係鬼掉槍唔是，我驚講我夾了哦，人想我夾嘅。哦。誒，有人成日看到咯，夾錢人想你夾嘅，想你夾錢。冇，因為這幫這個 brand 啊，嗬，伊個物件真少。係咪少？伊個 design 真正無厘頭。真正無厘頭。แล้ว看落去，แล้ว一看落去，一個想講，到底是唔是喺度正 ？Over the top 啊！嚇 ，too over the top 數。actually 他那有一個正興嘅，他那用成數個用成個 LV 嘅 bag 啊，用佢畫 print 落去，正水咧，我感覺到。你講過呀？他那用畫係成格頓啊，落去成隻 LV bag 哦，把你 brand 嘅 bag。我成日過呀，你過呀 bag 有個 special 嘅咧。格朗冇聲嘅，住冷嘅 MS， 哇！你冇鐳啦，40尺啊，笑。係咪 MS？MS 係 bag。no MS 啊，冇啊，我淨冇啦。MS 我都唔知 MS 上面本來我想是 Hermes。MS 啊？誒，一個 brand 啊，你講到 handbag 啊，嚇，有一個 brand 是，一定是我嘅 favorite 咯 ，because 係用袂歹啊，特出門特別野一個 bag。個是 water resistant 啦，加啦支水個袂淡啦，我加啦貴咧支水。recycle bag 哦。唔是。鹹哦，掉啊，不是。還沒票。recycle bag 是對他們袂掉水啊。嗱，我 brand。龍車，我按咗龍車，我這班是個有買到香港會買，哎呦，我你個開始啊！我到香港是買。Alex, if you want to go Vietnamese, ask KS Alex join us. 我到香港會買這個。這是啥物來？這是啥物？龍圈咋？這是啥物 ？horse jockey 啊，叫做。龍圈嘛。龍圈怎麼 spell？ LONGCHMP 啊，寫是。Long Champ 啊 ，Long Champ，我是人去意大利買咯。追啊！到意大利啊！嚇追哦，我唔使追，唔知啊。我咪計坐，我下個計坐驚。即係揸公車嗰隻蛋咧嚇。嚇，揸公車。我冚一聲，แล้ว哦，等。我真係卡嘅，我幾驚嘅。嚟我看你個咩票嘅？買啊冇用嘅。好啊，而家不知。哦，那即刻買冇幾年，即刻。你應該攞出來買，借。哦，我即刻把個。有水哦，即刻係啥物？係啥物票？我係英國。Mulberry。冇。Mulberry 是 Burberry cousin 嚟嚇。MC 啦，唔是。真貴，無像 company。這手掌的嘛，這手掌的。手掌的，對。這個露絲咖，真 cute 嘅啊！哦。呢 bag 真貴。嗱，你看一格咧，這點？冇啦，這是我嘅古邦嘅 Canada 嘅格啦，你係格係嘛？我頂到都到 Canada 嘅哦。嚇，我頂到到 Canada 係嘛？嗱，我喺度看這 backrest，這是什麼票？你咪夾 bag 嚟嗬？這是我 travel technology bag，我對外 technology 物件。Go home 啊？晒個票，我看我邊啊，看我邊。看在，我看個知道。個見 number。Marc Jacob。Oh, I love it。唔知。Marc Jacob 嘅彭主彭。唔是呢個。有啲咩出嚟？有笑。水哦，絕對唔係水本。好口本。真正水本。
我個嚟第位見咗啦，係咪物件？即是我 travelling bag 咯，真正久我就卡10幾年。喲，做 travelling，我冇明白這不是叫做 travelling bag。這不是 travelling bag 啊，這係啲 passport 嚇。啊，啲 passport 啦。哦。拉拉雜雜嘅嘢，因為張大卡嘛。嗱，入邊個。OK，來講我聽，路人感覺到路開掉。哦，所以我是個吉卡，我聽到吉卡，我諗咩事呢？我這是 Prada 啊？唔是，係咩？啊？係咩票？吉卡嘛是我蘇格。哦 ，Burberry 本，哦，所以我是個。blue color。我是個。啊。Is it 落架去？一啲係3餅還是2餅？即2餅呢？2餅嚇，OK。即餅舊架即餅呢？啊。佢開起來成個白薄薄呢。然後伊那邊個嘅車係攞燒抓字嘅。你話咩啊？我咧就冇抓字燒啊嘛，所以咩呢？哇啦，有抓字。吉少啦，我多正冇用抓字了，吉直用格。我咪成我就只用 cash。伊學做咩事？特登伊攞時到路度去買隻物件呢？無本啊！即係我這半情年啊！啫。攞呢隻物件。最短幾情年啊！啫。一幾年啊？有一隻幾年啊？當仔裝好嘅啊！正。是啦。毛毛菇。係啊！毛毛菇，我俾講毛毛菇嘅 bag，你但係定時但係是俾咩 bag？冇啊，乜都唔是我啊！幾多粒，你俾幾多卡？咁我啦，看到辦機冇俾啦。嚇，辦機係咪物件啦？講。我龍籤啊！嚇？龍籤。哦，龍籤是唔錯，龍籤是 high class 嘅票啊！講話係咪物件？冇啦，冇 high class。冇 high class。OK 啦。用嘅，你第正重啊，掛啲到都未對，正好。哦，因為看 style，當然我去看咧，我看我是搞，特別貴下人講伊冇講只貴。你是咪馬來西亞票還是英國嘅票係咪？法國啊。法國。哦，我你但係你啲 airport 看到啊，不是只辦儀都係使俾。嚇。Hello。要10歲 bag，我當件 bag。Hello。係咪件啊？做咩事？會使驚。哦。會使驚。啊！這是龍籤嘅 website 啦。哦。哎呦媽呀！特別找你回啊媽！呢個廣告人你找。你冇經過咧，你都咪辦儀咯。哦。阿 John 報關驚未接，你會使驚領號啊，我驚學伊咯，我唔知。特別聊啊我被聊啊 next show 是咩 ？next show 是copy 嚇 ，OK 會使 next show 過嚟。我叫你 iMessage 呀。會使叫 iMessage 會使。嚇 OK， 但我long term 咪。你係叫號啊？你係叫號啊？你係叫號啊 ？John 叫號啊？啲 WhatsApp 就好啦。嚇 WhatsApp 會使邊下？你使 forward 喺呢度邊？到咩咧嚇？冇啊，出嚟啊嘛。出嚟啊！我條嘴嘅聲咧大聲，都俾我瞄。嘅幫住隻咩嘛？呢係 backpack。冚機。條嘴咧大聲。Oh my god！嗱，即刻差唔多成日話你 per Reese's backpack。如果我熟㗎咯，特別小貴，我可以看有槍嘅。嗱你嚟富佬。哎呀，買槍嘅啦，仲好閃啫。你買槍嘅嗬，隻眼又都裂咗嘅。別，你去買，有咧隻水嘅 leather，有咧 leather 嘅槍嘅，滿隻大漢嘅。必要啦。但我人看一卡水。Oh my god！冇啊，我個冇呢好嘅，我買 canvas 嘅人係講好嘅意大利買鋪嘅嗰啲啊。鋪機嘅。貴都真有鋪嘅，你看千幾塊美金。人個真鋪嘅啊，哇！隻水啊你。阿 John，喂，係你抽話我做咩嚟？抽話攞咩？你叫佢啦，你肯定。你叫我叫佢。嚇 OK。我講你 concluding this episode starting copy next。嚇 OK。即刻水啊！即刻差唔多成個話。即刻。
得咯，多謝卡。哦 ，backpack 啊。啊，แล้ว我จะตัว小 backpack มา當 game，แล้ว一卡我們是搞啊，一卡。就我介紹都一卡啦。啊，一卡我是免搞介紹人。水我哋。啊，即卡真水。有我愛。咩？760塊，要去死。嚇？你 the next iPhone 買俾。嚇，你買俾一年 iPhone，一個 series iPhone。別我特個講我 back，我用 iPhone 嘅 functionality 較濟過我用我 back 嘛，所以我冇達嘛，冇花。你 iPhone 都係放喺你 back 入邊嘛。嚇。我 iPhone 放到我 back，特別我用我 iPhone 較濟喎。你個嘢，你 back 呀？係啦。你想我印度呀？想我印度字呀？嚟一條名。本來學嘅就做10本成理，就做70年、10幾年10本成理啊！乜都累咩？哇 ，John，你做字啲邊條拍未單呢？I 講，我係印嘅，嗰日槍嘅印嘅錄嘅了，做字。我曉者，我原來個一張無年嘅嗰啲哦。啊！無年嘅啊！啊，十幾年整俾應該是。哦。啊，你燒物件燒甲吧，你問你估啊？啊，你搞講啊？啊，不，應該。哎呀 ，cookie。應該依啦，嗱，我喺度看嘢，冇講唔錯講，等陣。誒，無年是。無年嚟先。你看嘢，呢是配嘅。呢是配。水啊嚇，嗰係清嘅。所以只估只張10幾年啊。嗱，John 看。哦，佢 Jimmy Choo 啊 ，Jimmy Choo，看 Jimmy Choo 來看，伊 Jimmy Choo 誒。哦 ，Jimmy Choo 誒，Jimmy Choo 本是關地嚟 ，Jimmy Choo。Oh my god！ 只看你真正 ，Oh my god！你個靚呢？個漂滾。漂滾啊？冇漂滾啊 ，please 啊。個 label 滾呢？這個你看，這個食都暑假哦。你俾我呀？暑假特別什麼小事？嚇，個事啊！我幫他見咧 ，backpack 嚟咧。你呢邊嘅 brand 嚟，你呢邊嘅 brand 嚟。即係美國嘅 brand 啊？你下美國嘅 brand 嚟。我唔知美國 brand 什麼。住人放 video，然之後人放 music 嘅住嚟放 music 是咁。誒，等陣，喂。哦。OK，來，這 backpack 你係你手看得大。大卡本啊，成間一邊大。冇啦，冇夠。我特別啊，3刀嚇，3刀你手還是4刀你手我講。4刀。你係2刀，然後你2刀2刀半呢？啊，小細。OK。我呢牽住佢，我特別隻大嘅。嚇，你安尼大卡，你一定係咪？佢是出國用嘅喎。我係咪不有嘅？我係借 wallet， 唔係我 wallet 當你大啊！我 wallet 就是成個你 backpack 你大喎。OK，即刻 wallet 嚟，即刻春嘅齊親即刻呢。啊，嚟，看地我看我地貴嘅，你都俾豪華嘛短件事。我照錄用，照我用，係好啊，照我買輕嘅，照都幫，照都幫。好本來學都望呢，學仔冇講照都看呢。得啦，嚟我看。嚇，看唔到咩？冇，等我看到呢邊。看到呢邊。OK，sorry。照都自己。啊，這是咩嚟嚇？這等我想看一票。這是 LV。哦。即係人係過冬 bag 嘅。即係貴女啊！好唔好看？好我看你邊個嚟後尾嚇？你後尾嗰啲上嘅，啊，呢？有伊頭前嘅伊 glass， 伊你頭前看唔到成咗。伊一個 lip 嘅咯，冇一個 strap 嘅。Oh my god！等下你會開起來是未糊啊？會啦，會糊啦。水啊！佢你俾一卡。等我猜看，我看這個拍底滿條美金，不 ringgit 特別就5000哦。唔知咯，唔知啊 ！Oh my god！唔知呢句，我唔知行情咋。哎呀 ！LV 美金啊，俾8千。
咩攞清比劍，嗰時俾清比劍。攞清比劍俾清 ringgit。應該差唔多。嘅淡薄個冇呢招。10清。交清10清。around there。Oh my god！ 我俾 please。阿周我冇學佢都一樣嘅。嚇，拍槍過嚟。你見人拍槍都係？你見我拍槍而得啦。我見我拍槍而未鬼喎，見嚟同埋佢同我係。你但係特別嚟時候，一個 Tesco 嘅 bag 嘅 plastic bag。是啊。OK， 笑打，咁正式就換啦。OK， 看他們講個別嘅話題。OK，咁時兩個嚟咯，就講同叫有女人是撞噶啦，但係咧嚇，講同埋潮，我講 Apple 是俾電話，我今日俾電話，都看到俾5,000塊俾隻 bag 啊，冇10,000塊俾隻 bag。See，Oh my god！ 我冇估你健身係你拎好啊嚇。會使，憑水嚇。OK 嚇，到我。OK， 咁時候我哋即禮拜特別嘉賓咧，就是講隻咧 branded 嘅票嘅人，大粒頭，加我哋都啦，Putu Mayam 啦，迪加基啦，我 Juby， 加英國啲查某婆加講Nasi Lemak 加。毛菇，感謝，下禮拜再見，拜拜。我冇講到過後，我講緊都He's being sarcastic。係咪嘅？冇錯對啦。咁 OK， 邊啲學嘅啦？到啲 YouTube 嘅人咧，就 subscribe 到正，但係定住禮拜看一部，定住禮拜看 episode 就正啦。subscribe 到啲這邊了，那是講到 subscribe 一下，當我出新嘅episode 時，亦通知人，那是但係你正嘅話，很屌時，會通知人，拜。